粉红梅花是我们DD52年纪最小的，它的这个特色呢是有这个少女感、初恋感啊。我觉得要找初恋感问农农就对了，因为他的年纪离初恋比较近，我们已经忘记什么是初恋了。粉红梅花的同学都表现得蛮棒，他们很懵懂，感觉单纯，我觉得这个是蛮宝贵的一个东西。哦，有熟面孔哦，我的同学新平，嗨 ，hello， 同学好，老师们好，又有熟面孔，老师好，我的学姐，好笑的是又有学姐，大家真假的？你到底有哇塞，暗藏了多少人在里面？有多少人？如果有机会让你们两个 battle， 你会愿意 battle 吗？那就 battle 咯，我想要你们 battle， 就让你们 battle 咯。哦，直接尬起来吗？农农，你看你把他们搞成什么样子？不是，我刚刚说谁？我要让现场的所有人知道一个女团该有的舞蹈水平。舞蹈担当来了，跳得超好的。希望所有选手记得，心脏够强，不断地磨练自己，成为一个耀眼的一个钻石。自己也是比赛出来的，然后我自己又曾经在女团，我也很希望这些女孩可以一直保持着她们对表演的热爱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当助教，那我会用我的方式去鞭策他们，让他们发挥最好的实力。就感动了，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提起了最大的勇气来到了这个舞台，感觉回到了当初还没有出道之前那种氛围哦，非常期待DD52最终的称号。反差哎！我要让现场的所有人知道一个女团该有的舞蹈水平。舞蹈担当来了，跳得超好的。无尽夜色，每一颗一闪闪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最亮那颗看见了我，记下一瞬间。Now you can't stop me, can't stop me。不同的面，你是我各种美，美不完美，并不会有极限就注视着我，可是这样你。